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三角智慧组织伫即个所在，咱做伙用吟圣诗来甲上帝亲近。一开始，咱先做伙来吟圣诗150首，我来亲近耶稣。咱拢真熟的一首圣诗，我来亲近耶稣，伊为赐大福。心内若有悲伤，伊互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甲你。咱做伙来吟。这是一首祈祷的歌，歌词甲咱讲，我若来亲近耶稣，主伊一刻会听咱的祈祷，嘛会赦免咱的失错，嘛会牵咱的手保守咱，伊嘛会做咱的朋友，
来帮助咱。愿家己姊妹，咱今日一届来到伫主的面前咧礼拜的时阵，咱的心、喜乐的心、欢喜的声，这是互上帝所欢喜的一个福事。咱个做伙来吟第一站，我来亲近耶稣，用咱真高调的声音，真诚恳伫主的面前祈祷。咱做伙来吟第一站，咱速度较紧一丝丝啊，来体验迄种的活泼的感觉。我来亲近耶稣，因为所多心来那无比上因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经过因为这个岁月亲近我你。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咱今仔日来演这首原住民的歌，咱做伙来学习。伫新圣诗313首，总是这首歌，我要邀请咱大家，跟他吟一个歌词，叫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歌队甲咱全部兄弟姊妹，跟他吟这句就好，咱试看卖使。来，哈利。很好，把这个声音达到天庭，声音响亮，咱搁一摆散来，好，对，好，你敢若负责吟哈利路亚尔，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唱哈利。赞美是灵唱，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云声歌颂主生命。哇，这首歌是阿美族的歌，因的音乐常常是客甲音伫遐咧呼应，咱搁一摆。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赞美生命唱，感动引导。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真紧，咱就学一首原住民阿美族的歌，呼应今仔日是原住民神学院的一个纪念主日。透过歌，咱更加对原住民有一个热爱，有一个关心。毋若用讲的，佫会当用唱的。咱佫来一摆，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将一切娱乐应邀归乎上帝。原住民的歌非常非常的好听，伫咱的新圣诗内面足侪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咱最后搁来吟一摆，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
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吟诗即个文字，佮即个礼物，互阮常常伫你的面前欢喜出声，互阮的心甲主你结连。透过吟诗，是阮的祈祷，也是阮的信仰的告别。将今仔日的礼拜，仰望伫你的面前，求主你圣神来降临伫阮的会堂的中间，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欢喜来敬拜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行这平安心，咱来准备今日的主日礼拜。咱做伙来吟会情诗，圣诗49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福音tiếng声，招呼大家来礼拜。
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耶和华要常常引带你，伫旷旱的地，互你心满意足，骨头臃肿。你要亲像灌压的鱼，搁亲像流袂干的水泉。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首。现在，咱起立吟全首。咱游玩徛地，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人来受苦。顶十架死，来做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共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52，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2。恁着找做无星甲参星迄位。叫海水来摒伫大地地上，伊互强猛的人忽然灭亡。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善车人，恁用雕毒的石头起厝，
远久袂当踮伫迄内面。阮知你的罪过有偌多，恁欺负义人受破路，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势会静静无讲话。要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会有活路。要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讲：我厌恶，搁看轻恁的罪歕。虽然恁现烧出烧化济甲素济互我，恁现为伊的精神做平安祭，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同心来祈祷，永远至神主上帝。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用专一的心起来虔诚敬拜，会通得到你的应允。手持恩典伫阮众人的中间，阮要用敬畏佮诚实的祈祷来就近你。恳求主拯救阮，会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搁互阮会晓得用虔诚的忏悔来得到你的赦免甲恩惠。恳求主上帝你怜悯阮，恳求你教示阮会知影通怨恨阮家己的歹，洗清阮一切压陷的秘密罪恶。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愆，互因罪下拢得到你的赦免。痛悔的心，你也接纳阮。恳求你因为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阿罗眷顾阮，互阮对担了后会当过公义、善良、平安的生活。来归荣光上帝，恩典满满的主上帝啊！恳求你因为基督的救赎，要互阮当软弱、受凌辱、拄着敌人有迫害、生活困苦，拢要掠做有喜乐。圣经应允阮讲，信主的人伫啥物时阵软弱？就伫啥物时阵刚强了。主啊，阮确信，阮的肉体、阮的心肠衰败的时，主上帝一直要是阮心内的快乐，是阮的福分，要直到永远。圣经有讲，虽然无花果树无发旺，葡萄树无结果子。柑仔栽嘛无效力，田地无出粮食，羊条嘛无羊，牛条内嘛无牛。总是阮拄着安尼，我嘛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
因为救阮的上帝来喜乐，这是阮一生信仰的光芒。恳求主上帝将伊生命的道路来指示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献诗，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恭读上帝话，圣经何西阿书13章第4节到第6节。何西阿书第13章4节到6节。伫圣经的旧约部分1739页，1739页。何西阿书13章第4节，对你出埃及地的时，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我以外，你毋通认别个做上帝。我以外无救主。伫旷野大扫的地，我就捌你，照顾你。我有饲
遮的人民，互因食饱。因一个食饱就自高，煞袂记得我。因一个食饱就自高，煞袂记得我。搁看另外一位的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第12节到13节。马可福音第1章12节到13节。圣经新约的部分第77页，77页。圣神随时催逼耶稣去旷野，伊伫旷野40日久受撒旦试探，伊一直拢甲野兽做伙，毋久有天使得甲伊伺候。下面正道，咱要请华律师有干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咱的旷野伫倒位？今仔日是玉山圣爱医的奉献纪念节日，院长亲身来到咱的教会，要来向咱的陈牧师、林牧师、咱所有的长老执事以及在座的兄弟姊妹来伫遮说道谢。因多谢咱伫过去和玉山圣爱医。通进入到今年79周年的这个事，背后若是无咱每一个人伫背后安尼来祈祷、代祷甲奉献，玉山圣爱医，咱总会所设立的这个唯一的原住民的圣爱医，无可能行到这个事。伫旧年。华人的大地震，04、03，阮受到国内外咱的教会牧者甲兄弟姊妹因真侪的关心、奉献甲代祷伫遐，所以为着这个04、03，阮受到遮尔大的这种的稳定。甲代祷伫遐，阮伫南部，伫高雄，要有一场遇神之夜，感恩的音乐相宴。阮要伫盐埕教会来举行这个音乐的这个相宴，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报告去年04、03玉山圣爱医。咱长老教会所设立的这个圣爱医，阮怎样伫地动了后，用着咱所奉献的钱，伫遐来建设规划的校园。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在内面，一定要有讲着旷野这个字。但是阮赛德克族，阮无旷野这个字，我是赛德克族，所以我咧讲台语时，其实我的头壳顶有一个翻译的机器伫遐。有时咧翻译的时，嘛会拄着无认同的迄个所在，所以我若讲较无顺的所在，我就爱来请恁讲。伫阮的赛德克族的圣经内面，阮无旷野这个字，阮用这个达多斯布伦来表示这个旷野。若像牧师的头壳顶愈来愈讲的时，
阮嘛是讲达到实力。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在内面，何西阿先知，伊嘛捌安尼讲，伊讲，我捌伫旷野，就是迄个打扫的地入万里，这是上主对伊即个人，通过何西阿先知所讲的，这个真重要一句，我伫旷野。也来明白着你，先知所讲的这个旷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徛伫何西阿先知已经可能正做一本册，也就是伫主前第6世纪迄个时，这个时代来去思想。何西阿先知所讲的这个旷野，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迄时的以色列人，因已经无国家，因已经流亡分散伫无相款的所在，所以何西阿先知伊讲，我伫旷野，伫入着你的事，到底上主要对以色列人是要讲什么？因为今仔日是着3日啦，伊会奉献纪念主日，我嘛要徛伫咱长老教会所设立的这个玉山神学院，一间原住民的神学院，原住民的神学教育领域，阮怎样来看这个旷野这个意思？第一。旷野是一个形成，一个民族认同的一个记号。上主的话通过何西阿先知伊安尼讲，伊讲我捌伫旷野，就是迄当所的话入万里，因得着羊饲就饱足，饱足了后就心就骄傲，煞袂记得了我。旷野对于这个人来讲，是一个民族认同的一个起源的一个所在。为什么？以色列人因通过先知一代搁过一代，一代搁过一代，因安尼伫遐来重复这个旷野这个故事。那么他问讲，为什么以色列人因伫旷野内面爱40天遮尔啊久的一个时间？其实旷野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个形成伊整体的一个民族的认同力，所以爱有一个时间互因。上帝讲，我捌伫旷野就是打扫的地入万里，以色列人伊饱足了后，因煞心内就骄傲，煞袂记得了上主。正所讲的，这个骄傲，伊的意思就是将心安尼完掠起的意思。因所掠起的，毋是因正做以色列人即种的骄傲，毋是。对迄时的以色列人，因所掠起骄傲的，是因正做亚述人，因正做一个巴比伦人，因正做一个当时的统治因的波斯人。这就是为什么上主要透过何西阿先知，搁再提醒因爱知影，上主伫旷野也来明白着你。所以上主搁再用，要来用因的心，搁再甲因对话，要搁再提醒。
因是什么人？今仔日是玉山市内的红旗纪念节日，对咱中南教会所设立的这间原住民的圣堂里，阮每一学期拢有3天的这个劳动侍奉周，对院长开始到所有的老师，拢爱甲所有的同学。拢爱穿工作服，手提镰刀、低头，阮3天拢爱来整理学校的这个校务。阮的目的是伫倒咯？因为伫阮这边的新南院的教育领域，阮要通过遮的服侍时。当咱咧望咱的土地，当咱伫遐咧流汗，伫遐咧整理咱的后人时，咱通伫遐来认同大部分原住民部落内面的族群，拢是用劳工伫遐来做生活。安尼毕业了后的同学，无论伊去到什么所在的部落内面，因通伫遐来认同伫部落内面的部落内面的人，阮通过安尼来互因知影讲，土地咱来保护。通过这个，咱互因知影讲，咱是台湾的原住民，就若像伫旷野内面，何西阿先知要提醒伊些人所讲的，恁毋是亚述人，毋是巴比伦，佮较毋是波斯人。虽然恁煞到无相反的所在。恁永远是上帝，所认捌的迄个以色列人。但是对玉山新南院的师兄来讲，上主认捌你这个话，是有一个真深的呼召。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学生，伫玉山新南院。是因为上主认捌伊，所以才有即种的决志，通来到玉山城里，也来受着训练，来为着福音来奉献家己的一生。但若是知影家己是台湾原住民，更较重要的就是咱是基督徒。咱搁较是上主所呼召的团队者。第二，抗疫是一个脱离帝国、努力得到自由的这个机会。今仔日上主的话，伫马可福音内面某一段安尼讲。伊讲圣神即是催逼耶稣到伫旷野，伊伫旷野40天，受着撒旦的这个试探，伊甲耶稣讲做伙到天使来侍候伊。旷野对伫以色列人来讲，是因脱离埃及帝国做落来。成做一个自由伫旷野内的这个机会，是一个宁可流亡来争取自由，嘛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个民族，无爱做这个帝国的奴隶。咱所面对的耶稣基督，伊家己本身嘛有这个旷野的经验。
就那就今仔日咱所看的这段圣经十八法，咱要问的就是讲，为什么这个圣经在内面有讲到这两句？伊讲即时甲催灭这两个字，因为咱若是看圣经的前后，咱就通知影讲，耶稣伊本身早就已经知影，伊是上主所疼的这个囝儿，已经知影伊家己是正做一个弥赛亚这个身份，伊就已经会使去传上帝国的这个福音才对啊。但是为什么圣经内面讲，伊即时个催灭耶稣搁到伫旷野内？咱来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一般的学者拢会同意讲，耶稣伊受到旷野试探的这个所在，就是伫耶利哥附近的一个山，叫做加贝尔卡兰塔的这个所在。咱来想一个真奇妙的事，就是真奇怪，圣神乃无带耶稣去到上水的一个耶路撒冷，乃会带耶稣基督去到遮的旷野，伫遐受着试探。其实圣神爱耶稣基督。去连接着以色列人，因的祖先是怎样入去到迦南地，因即时所住的这个土地的这个领域。这头一站就是耶利哥，所以咱通知影讲，原来啊，耶稣的旷野的经验，就是爱去连接遮因祖先。怎样脱离这种的奴隶，因去到旷野，得到自由的这种的经验，这通互咱知影讲，耶稣的宣传上帝国这个福音的时，这互咱每一位军队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通知影讲。上帝国的福音的内面，有一个真深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因怎样脱离这种帝国的奴隶，伫遐咧找找自由的这种的理想，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旷野的经验。今仔日，咱嘛通问这个问题，就是讲咱的旷野伫倒落？咱的旷野若是对耶稣基督的上帝国的福音内面，这个真深连接伫旷野内面的这个意思的时，咱就通知影讲，咱爱守护咱台湾的民主甲自由。无应该搁在倒转去到埃及做落来，咱应该有耶稣基督这种旷野的信仰对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因已经无国家，咱也搁有国家。咱的国家是一个自由、搁民主的一个有民主的这个国。咱应该守护上帝国的福音，内面这种旷野的这种信仰，来关怀咱的乡土，来追求公义甲人权，来脱离这种奴隶身份的这种旷野的一些变动。第三。
抗影是领受上主所赐文化传统的这个所在。伫我的电脑内面有一个资料夹，我甲伊号做原住民的神学家，其中有一个我真爱的一个西非赖比瑞亚的这个原住民的教育家，也是一个牧师，伊叫做 L. Biden。伊捌安尼讲，伊讲 It is not the business of imperative to make man, but create subject, not to save souls, but to rule bodies。伊的意思就是讲，帝国主义的任务毋是创造人，是要创造一个生命，伊毋是要拯救咱的灵魂，是要来统治咱的整体。所以帝国是要创造有目睭，但是咱的目睭莫随便看；咱有耳孔，但是咱的耳孔莫随便听；咱有嘴，但是咱的嘴莫随便讲；咱有头脑，但是咱的头脑莫乱想。只要直接来接受帝国的统治，做帝国的奴隶，安尼就好。所以有人就问拜登讲：，咱要安怎来，搁再找找着咱做一个人的这种的尊严呢？伊捌安尼讲，伊讲爱重新搁再转去到非洲，重新转去到非洲，家己所属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内面去找找上主，伫上主的内面，家己成做非洲人的这个尊严。这就若像今仔日上主的话讲，我伫旷野人物底的时，以色列人对迄时开始，因就有家己的责任，因就有家己的文化的传统。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传统，就若像以色列人同款，无相款的语言，无相款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上主的话伫遐讲，除了上主以外，无救主的这个意思。你若对咱的信仰来看，每一个种族，拢无相款的文化传统，这就是通看到上帝智慧伫遐。对着文化传统，若伫遐来认识着咱家己，对咱的信仰的证明，咱嘛会使对咱的文化，通看到的奇妙的上主，伊的智慧。我伫脸书的下顶面有看到这个广告，伊是安尼讲，伊讲台语啊，若是一个语言，佮较是咱文化甲情感的记忆。但是随着时代变迁，伊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我毋知影咱中间是毋是安尼。后壁讲，阮的语言伫遐咧悄悄伫遐流失。我的台语是我伫台南神学院读册时，我伫遐才开始学的。我真爱台语内面的两项，一个就是叠字，叠字就是讲水水、芳芳，啊，佮有啥物？这个你哪教我？啊，佮有啥物？甜甜，对吧？每届我若咧学台语时，听到啲叠字啊，我心内拢会感觉真温暖。真少有即种的语言，
伫个自然的哦，讲水就好，讲水水，哦，迄真水。甜就好个，甜甜，哦，听起来真好啊！这就是台语的水字啊。另外一个就是我真爱的一个，来，活恁来甲我讲咯，来，咱来念一支草，点落，后母若甘心，乌土变地基，目睭看离过，骹踏着过。咱中间有少年人毋知影这是啥物意思的时，麻烦你去问咱的师长来指导。伊的音会互咱知影讲，咱台语内面的俗语，伊有真侪咱老人的智慧，咱老人的生活的哲学啊，对啊。所以我若每摆读到这个俗语的时，通常拢是因拢唱了后，拢唱，咱咧伫遐唱了后，我才问讲伊是啥物意思。当我要唱的时，因拢已经唱了。俗语遮尔有智慧的话，这就是台语的水。这个语言毋是帝国所互咱，语言若是对咱的信仰的顶面来讲，就是除了上主以外，无救主。伊的意思就是，咱若看咱的文化遮尔特别的时，若认捌着咱个，搁较会伫遐来学乐咱的上主，因为这个智慧就是对上主讲。就拿出这段话所讲的，对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伊捌别个，伫我以外，并无救。你若对咱的文化传统的顶面安尼来想的时，除了上帝以外，我的语言，我的文化传统，毋是帝国所互我的，是对上帝遐来。约瑟先来对这学期开始，我们设立一个新世纪城乡齐老养成学院。我们重新搁再转去到阮的文化的传统，就拿像搁再转去到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个抗压的这个内面，来重新去找找，原正做一个台湾人，原正做一个台湾原住民的这个伫文化传统顶面，上主怎样互阮有一个尊严？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特别的文化传统，互咱知影咱家己的这个身份，互咱知影咱家己这个民族是一个真特别，无通去取代的这种的尊严。最后要做一个结论。今仔日是玉山前南医的奉献纪念主日。玉山前南医是咱基督长老教会所设的唯一的一间原住民的前南医，所以我真强调，伫阮的神学的顶面，将信仰来定根伫本土，来听咱的国家，来保护咱的乡土，来关心人权甲公义。就拿出今仔日以色列人因所认捌的抗压，迄抗压是形成因民族认同的一个记号。这个抗压是脱离帝国、得到自由的这个记号，也是一个领受上主福音文化传统的一个所在。咱的抗压伫倒落？
对台湾原住民来讲，阮的抗影，阮一定讲，阮是台湾人，阮是台湾原住民，所以阮爱守护台湾的自由甲民主，来继续行出一个台湾人原住民这个特别的文化传统。最后，上主讲，上主以外无救赎，咱应该定心来搁再操吹咱正做台湾人的这种的骄傲，正做台湾原住民这种的骄傲，来亲亲疼咱的国家，保护咱的家园，来传承咱每一个种族的一个文化的传统，互咱台湾上帝所赐予每一位台湾人的这个土地上面，有真侪无相款的文化力量，互咱的台湾有无相款的这种的彩色，是上主所赐予的所在。最后，我要用短短的3分钟的影片来介绍玉山圣阿姨伫今年所做的这个事工，以及需要咱来到的一个所在，咱来看这短短的影片。
咱来下头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通过何西阿先知来伫遮，互阮知影上主怎样伫旷野领悟着以色列人，也互阮知影阮的旷野，我嘛应该守护阮台湾这片土地，守护阮的自由甲民主，也保守阮每一个种族的文化的传统。就今仔日是玉山新南院的奉献纪念主日，阮也将玉山新南院的使命甲因的需要，都摆伫主日面前，愿你亲自来感动甲支持。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519首，为这块土地，愿诚心祈祷。咱起立来做伙吟两遍。圣诗519首，为这块土地，愿诚心祈祷。为这块土地，愿诚心祈祷。请坐，这条来奉献，请姚生执事甲民典执事来书献。
坐。即条来报告甲通知，请咱县规周报的第3页，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咱做伙来读2遍。对你出埃及地的时，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我以外你毋通认别个做上帝，我以外无救主。何西阿书13章第4节，来，对你出埃及地的时，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我以外你毋通认别个做上帝，我以外无救主。何西阿书13章第4节，对你出埃及地的时，我就是上主你的上帝。我以外你毋通认别个做上帝，我以外无救主。何西阿书13章第10节。后个月当地是迄个刘志荣长老甲林慧乔执事请致意。咱来看周报的本周聚会表。即个礼拜日，咱等一下。伫5楼副堂是主日学要主办联合讲座，伊的主题是用音乐来点亮囡仔的心灵世界吼。妇女团契迄个伫5楼副堂的聚会，迄是伫后礼拜吼。妇女团契甲社青团契领就是伫后礼拜。第3页下面的礼拜事奉表，请咱有担当事工的兄姐致意，若组合上袂好势，咱会记家己找好代理的人，甲咱的干事讲一下。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咱的本会消息。第2点，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奉献主日，咱欢迎丁牧师来咱的教会讲道甲请安报告，代表教会甲伊说多谢。咱本堂的陈牧师，伊代表玉神去嘉义中会海丰门教会伫遐为着玉神来请安报告第3点，礼拜有爱餐，感谢林主组长老的准备。餐后请公义甲5万2个小组负责来收拾餐厅甲灶骹。第4，因为咱搁来要安排7、8、9第3季的圣工分担表，咱即个煮爱餐的骹手拢一直无够，邀请咱兄姐做伙来参加即个煮爱餐的行列特别爱餐组迄个林炳云执事又办一个这个煮爱餐的一日体验活动咱特别伫6月21日拜六下晡1点半你拢毋捌煮过爱餐，无要紧，你就来看人是安怎咧煮爱餐的，毋免惊，毋免忍你就来甲看卖啊咧应该大家伫灶骹安尼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会真趣味啦熟悉一下咱的即个大灶骹迄个大鼎啦迄个要安怎来煮即个爱餐遮个细节会当帮助你更较了解。减轻迄个惊吓，哎呦，我袂晓煮邀请咱来参加，你若有意愿请甲迄个林炳云执事来报名。第5点，咱即礼拜3的祈祷会要为着真爱小组甲喜乐小组来代祷。第7点，小会定6月22日要举行圣餐，同时有洗礼。目前即摆已经4个报名伫遮邀请咱致意咱的主题，也是咱的亲友伫信仰顶面的即个坚决的一个决志
尽量邀请鼓励咱的主题来洗礼。第八7月到9月后一季，即个新眼光的读经本请咱开始登记若有需要的，旧的你就免阁登记免重复，即到6月初8截止。伫6月15进前，请咱各团契也是各侍奉的同工，甲你的论题表交互咱的干事，因为咱要开始来排第3季7月到9月的圣间分担表。2024年的报税用的奉献收据已经送来请咱兄弟会当去办公室来领取。第11点即有咱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的内容请咱兄弟注意伫读圣经的顶面会对这个进度爱对互着。下面具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直接恭喜咱本堂的林牧师继续担任这个总会的音乐委员会的主委啦你甲伊恭喜啦咱独行教会真少出到这总会级的这个侍奉的人员甲林牧师咱而且真欢喜会当安尼来替独行教会伫总会有侍奉啦。过来谢婉梅老师，毋知有伫倒？谢婉梅老师，恭喜你做阿嬷！伊的查某囝蔡佳怡伫5月23顺利生产恭喜这我嘛足稳啦，做阿公。本会迄个摇身执事的后生白米哥伊。恭喜伊伫5月10日已经完成这个毕业音乐会为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顺利圆满也甲伊恭喜。嘛恭喜木生长老你时间咧过真紧啦！你会记咱2年前直接咧翻送迄个陈宣慧去曼哈顿读册，但即马5月底要办书会调毕业要转来咱台湾这真水的代志，直接甲木生长老恭喜啦下面继续咱嘛为着身体健康的兄弟，你所在来代祷啦酒报的第5面，咱来关心各团契下礼拜煞爱参加上联团契有聚会，是少群长老的生活分享。主日伫礼拜煞11点40嘛伫5楼的副堂有这个讲座，也是咱的林牧师来主理欢迎咱这是一个亲子的活动啦咱来参加主日所办的这个用音乐来点导囡仔的心灵世界第4项四海读经班咱检彩无法度逐礼拜参加四海读经啦我直接鼓励因即个暑期有短期的新学课程拢总有6遍拜2、拜3拢有你若有想要参加即届的主题是启示录，要知详细的情形咱会当甲蔡梦怡老师来问来参加这短期的，伊这是敢6遍短期的。针对启示录，当互咱更较深的了解咱会当注意来参加。第7页有顶礼拜的奉献报告，请咱兄弟家己看，若有出入也是5点的，请咱免客气来向制作长老来反映下面我要来介绍咱今日第1遍来参加咱礼拜的兄弟。大先先介绍张牧师娘，咱讲道的牧师娘，伊伫后壁遐，因为伊坐轮椅啦，你挥挥手，欢迎欢迎。教会林牧师有要送纪念品张牧师，来。我也真感动啦互关注民牧师来推广我的母语讲咱台语的水
好，请坐。我来介绍人客吼，王志光、洪景华，毋知伫倒位，请你起立，互阮甲你熟悉。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过来有洪周凤，这有两个姊妹，毋知伫倒位。哦，这是吴老师介绍的吼，伊的朋友，欢迎伊，欢迎伊，请坐。搁一个，这是之前有在伫咱教会出去嘛，伊最近为美国回来，何丽华姊妹，来欢迎你，请坐，请坐。咱等下哦，伫行平安礼的时阵，会当家己注意。啊，嘛会当留落来做伙食爱餐，了解搁较深的熟悉吼。咱中间毋知第一遍来阮国兴教会礼拜，我介绍无对的无？无吼。好，下面是咱基地关怀大道的时间。我真正足意外邀请咱兄弟伫圣殿内面一礼拜一届。你着甲你的忧闷，也是你所看伊的代志，真诶，你家己着祈祷，出声也好，无出声，咱做伙来祈祷，为着你的至亲，为着身躯病痛的，为着你所在的需要，也是你本身的压力，你拢通向咱的上帝祈祷。这是一段祈祷的时间，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主上帝，你阿鲁听阮的祈祷。今日是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主日，我要为着这间原住民的新人院来祈祷，求主你帮助因。你也知因伫经费、伫学校的需要顶面欠缺真济。主啊，阮为着这来祈祷。求你感动，阮有侪的兄弟，阮出小小的气力，要帮助这间新人院伫经费顶面无跨入。主啊，阮也要为着阮病痛的兄弟来祈祷。这礼拜，阮有兄弟因为喘气困难、急诊住院，嘛有人煮饭的时阵，无记过手就肿起来。非常的种，嘛为着遐个长期咧治疗的兄弟来祈祷。主啊，你知因破病久久的艰苦，你甲因三甲地地保守因，嘛互照顾因的人有够额的吞忍，有够额的爱心，帮咱遮个长期咧疗养的兄弟弟弟，嘛有伫安养中心阮遮个时代。因有一个无共款的生活，主啊，你甲因三甲地地，较要紧保守因的心，通过因要倚靠你，保守因的心有平安，伫安养中心会当伫遐得到更较好的照顾。阮即个顶礼拜，嘛阮的兄弟确诊咧治疗咧恢复的中间。主啊，你拢知，求你纪念阮的身躯是土粉所做，互阮伫病痛的内面，常常仰望你，无放撒对你的倚靠。伫阮的兄弟内面，嘛有喜事，有人伫7月份要娶新妇，这拢是通欢喜的代志。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家庭。阮拢会拄着伫头前的路站，无论欢喜，无论艰苦，无论试探，无论拄着压力，主你拢听阮的祈祷，要保守阮。阮安尼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咱即摆起立，咱互相来请安，行平安礼。
金上元，正诗386首，伊的万邦万国万民。金丝线请张牧师祝祷。愿上主的祝福，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带来的平安，以及圣神的随时的扶持甲帮助，甲咱众兄弟姊妹同在，对即时到永远。阿门。